铁柱导演，好久不见啊！你好，你好。这位是你说的甲方吧？对，投资我拍摄了一部武打片。你很热吗？唐总是吧？我听說你投拍了一條樣片，你希望我們平台採購。係嘅，我打算冠名投拍一部劇，用嚟宣傳我哋唐氏美妝集團嘅產品。我哋嘅產品採用太空纖維同埋聚合納米等等國際先進技術打造。呢一點我希望可以標注一下。納米行吧。我們還是先聊聊你投資的這部劇吧。呢個係一部動作大片。我聘請咗海外知名工作室製作特效，採用咗搖臂同埋分鏡頭等等最先進嘅影視技術手段，整體投資過億。過億啊？係嘅。導演，您這部片經費很充足啊。對，過億呢？過億。鐵罐啊，唐馬好，停一停，暫停。這裡我沒太看懂啊。你是去踢館的吧？為什麼要脫褲子呢？因為我自細習武啦，我就一直想投拍一部動作大片，自己寫劇本，自己做主演，算係圓一個夢啦。我明白了。那為什麼要脫褲子呢？因為我其實係一個被商業帝國耽誤嘅功夫巨星，其實製作團隊係幫我準備咗替身㗎，但係俾我拒絕咗。我話我唔要假打，要打就要真打。好，這一點我很欽佩啊，董事長親力親為。為什麼要脫褲子呢？導演對冧佢！停一下！你說你沒有用替身？冇啊，由頭到尾都係我一個人。那這個人是你嗎？係我。是他嗎？是他。為什麼這麼瘦呢？因為我喺空中高速旋轉啊嘛，咁喺身體呢個離心力嘅作用下咪拉長咗咯，咁咪造成呢個視覺誤差咯，我就咪感覺我瘦咗咁咯。是這樣嗎，導演？停一停！你說你們這部劇投資過億？現在就拍了一集樣片嘛。唐總他想具體投資多少，我也不知道。哦呦，你們特效花了多少錢呢？哦呦，這個花了好多錢的。那你們請了多少舞蹈演員呢？哦呦，這也很多的。那武術指導請了誰來擔任呢？武術指導是吧？武術指導，原來袁和平。哎呦！
飲唔飲佛酒啦？咁我又想試下呢個佛酒啊！呢啲咪佛酒？唔通呢個面膜可以解毒？不仅能去毒，还能美容呢！我不是很明白呀，你们这条片到底最大的成本花到哪里去了？医药费。好，行了行了啊，我会拿去给领导看一看的啊。你们呢就请回吧。那你觉得你们平台有可能买这部剧吗？啊，你们等消息吧。啊。我们的产品得到海外知名实验室认证，提取澳大利亚深海泥精华，采用了太空纤维。我们的产品物美价廉，经过外国实验室知名实验室认证。请大家关注暴走漫画，关注轻剧场。为了拍这个系列呀，我们欠着一屁股债呢。一键3连我就不指望了，只希望看到最后的人能点个赞再走吧。片场日记系列其实有2套剧集，你们现在看到的是片场日记之杀不了亲，累计点赞破100万，我将免费奉上隐藏片片场日记之开不了机。大事件第9季每周5更新，请关注暴走漫画。